公园够上来啦！哇，当然啊，你敢唔知有真侪人哦，看到别人搭白钟、赛跑车，都感觉足新鲜呢。你安尼伫我面头前讲这话是，你甲我暗示？我的意思是哦，新鲜换新鲜，啊，不过上重要的是一家人健康、福乐，厝是家己徛好较重要。无唔对，这就是人咧讲的地球大高手稳。所以讲哦，上了不起的唔是大白钟、赛跑车，是一家人会当伫咧互相的身躯边，安尼才是真正幸福。大家讲对唔对？对。所以咱今嘛就用遐尼甜蜜的心情，随来欢迎头一组马上幸福。欢迎！哇！超幸福的！再来欢迎目标来的。最后一组欢迎爱可可的杨仔囝。欢迎！哇！这这够水的呢！哦，来，欢迎大家！欢迎！到底谁会当赢？大家等咧看哦！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来欢迎马上幸福！来，甲大家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国碧。我就是马国碧的阿妈。叫什么名啊？我叫做范定宽。我是马国碧的妈妈，叫素娥。我是马国碧的爸爸阿忠。马上幸福一个啦。对，阿妈几岁啊93岁。 93岁哦。一个月要跳迄个16吨呢16十出呢，来可怜。哦，多少？哎，真厉害呢！哇，破相水嘞！有家伙啊，这么好咯，真正是足感慨。因为大家看到碧哥嘛，拢会去想讲，10几年前，伊欠人足侪钱诶，5000多万。对啊，5000几万哦。啊，不过这10几年来，伊无讲走路，无失踪，无出国去留学，真正真灵魂伫还钱。其实嘛想要走，但是卡伤底走袂去，就遐就用抓转来啊。讲啊认真的啦。哦，无啦，就是爸爸妈妈互我的教育，就是咱拄着问题，拄着代志，咱都爱较勇敢的去面对，甲代志豆豆一项一项豆豆处理，一定会处理煞的。是。所以我嘛真感谢爸爸妈妈来我迄阵上无好的时阵无甲我踢咧一边，无甲我放散，叫我好好去面对。我嘛真感谢因。互我有即个温暖的家庭。阿嬷听你安尼讲，阿嬷目眶拢红红啊。袂啦，哈。即摆吼马国碧吼，安尼真乖啦。讲好话加讲一寡。希望恁大家吼，甲马国碧吼，大家照顾安尼是啊，我甲恁大家说说吼。马国碧即摆安尼吼，真乖真友好，无想讲着行即个路。做阿妈的人会唔甘啦，是，咱嘛无迄个力量人帮忙啦，到即句节目还也未完啦，吼，要完啦，免烦恼啦。谢吼。其实我甲碧哥是足熟的啦，因为阮较早做伙拍球嘛，做伙拍戏。我必须爱讲，我对伊是足佩服的，因为。伊若是勇敢去面对，伊伫咧生活当中，伊拢是足正面的力量，去面对这一切。对身躯边的人嘛是同款照顾，所以我相信碧哥一定会当度过这个难关，而且强要过啊，对不？对，最后一段，阿母有啥物话来甲碧哥鼓励一下？总是面对啦，咱若是讲，见人总是爱害，既然
坐落去啊，我一间厝嘛是甲卖掉，无哪有通遐紧就通啊害掉。啊，唔敢转来呢，拢唔敢转来。我讲你无转来吼，我干那呢？看电视啦，还是看啥？我拢看讲，有没有什么凶杀案啦？啊，还是有绑票啦？啊，唔捌行的唔捌安怎？规工咱就当下拢袂提困心吊胆，提心吊胆。要啊，计当着我甲讲你吼，转来厝的袂要紧。啊，转来咱总是讲看到囡仔安尼，咱毋知会放心讲，啊，这个囡仔转来好歹拢袂要紧，总有一天会当害完啦。一直咧期待迄天跟钱跟害人，还有还清楚，我就心满意足了，真的。我免搁甲挂念伊啊。我会搁较拍拼，互这个日子较紧出现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会啦，真紧就好起来的。我相信哦，假使讲无爸爸妈妈啊，搁有奶奶伫美国的身躯边安尼家鼓励，安尼陪伴伊，无的确这段日子你无一定经会过来。真的。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，就算有当阵有可能迄骹步踏唔着去，踏差去，啊，毋过你只要会当回头，行正道。我相信，迄拢是一个足鼓励人的故事。是，只要行正道，只要你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方向，其实这条路有足侪贵人会来去斗相共。是，啊，行唔对，咱就爱改。啊，你若无改，永远你就是爬袂起来。对，啊，毋过美国嘛是真幸福，嘛真好运，有遐尼侪亲人愿意徛伫伊的边啊。财神菩萨，你看到爸爸妈妈、阿嬷安尼甲你相听。你平常时敢有啥物对因表达你的爱的方式？哎，对，我看妈妈笑到嘴笑目笑，来。奶奶、阿嬷吼，我平常时就是会带伊出去食饭啦。啊，毋过出去食饭的时阵，我拢甲讲吼，我身躯无差钱，我出去食饭，阿嬷出钱啦。啊，毋过伊嘛做欢喜的，对无？阿嬷对无？带你食饭欢喜无？有啊，真欢喜。你带阿嬷食饭，阿嬷付钱。对，我家己要付，但是阿嬷拢会抢，讲啊，你摕去，你唔好话你身躯无啥物钱。阿嬷听真乖啦，拢会买物件带我食。啊，甲爸爸妈妈吼，若身躯若有钱要摕因哦，我拢会用藏的。比如讲妈妈要转来啊嘛，我就知伊要转来，我就甲钱放喺便所的卫生纸内底。伊出来就讲，哇，我咧去便所去捡到钱呢。哦，爱就做欢喜的，啊无就甲放喺鞋仔内底啦，甲放喺袜套内底，放喺伊看会到的所在。我下班是12点外嘛，啊伊就讲妈，啊你身躯紧去洗洗啦，紧去困啦，啊我就知影一定。有钱，我就紧晓啊！我看坐看对啊有钱，啊，真打开掀起来，哇，好多钱哦，就很高兴啦。听妈妈安尼讲这个故事哦，你都听得出来。是安怎规家伙仔会遐尔啊挺你？都是因为你好的时阵，你嘛是甲因做伙分享。你袂讲我家一个人好，啊，你知影安尼做，因都会足快乐的。遐尼幸福的一家人，因今日想要爱的幸福咧，会是啥咧？咱做伙来看。按摩机。是安怎想要爱这个礼物？因为我即马拢较食咧外口做工课嘛，啊，想讲爸爸妈妈阿嬷嘛有会啊，啊，无法度安尼24点钟陪伊身躯边，所以会当有一台这个按摩机代替我咧厝诶甲因抓铃啊咧。很友好，嘿，哇，真有心，真有心。啊，等你耍游戏的时阵，阿嬷敢有想要耍？会使，连面吼第一组互爸爸妈妈先，啊第二组我甲阿嬷。哎呦，真是嘞，对哦爱注意安全哦。这是阮这无到今嘛哦，好，年会上大的挑战对者哦。来，马上幸福做伙加油来，一个，好不好？做伙加油者，加油！马上来进行刷拍3好球，两个人协调，一个人牵球，甲杯啊拍好倒，一个人练球，互球入去杯啊内底，拢总有30粒球，5底杯啊入去3杯就成功过关啦！有等待机会哦！哇，哎。 4个人拢要来耍哦。对哦。啊，恁平常时踮咧厝诶，敢有真认真咧练习？妈妈较有认真咧妈妈练习较有认真。系啊。所以你希望因两个人都会当赢。对啊。比较真正就老血。好啦，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。好，来。这张是啥物哈？这张哦，就是我要带你去
公司第一台节目公营倒转来啊！啊，要参加这个煞拍三好球的任务。我说你看吼，咱头前有3个杯啊，有无？啊，咱这就是甲咱手中的球呢，甲送入去杯啊内底。哎呀，这无责任吼，无遐尼好哩。哎呀，来爸爸，有机会！哎呀，我看咱这组吼，就甲阮爸爸较有机会啊。好来，哎呀，啊你个无错无紧，有机会！慢。无要紧，唔是喊慢呐，咱吼无咧训练这手的稳定性啊。啊，听讲即摆夜市啊吼，有真侪迄个游戏吼，对于这个手的稳定性吼，会训练袂真好。咱嘛真久无去洗夜市啊，啊无我带你来洗夜市啊。好，来试耍训练一下这手的稳定性，好不好？好，行，咱来吼内底洗，试耍吼，练习一下咱的手感。好，行。爱好踩，哦是爱踩哦起来这样的呀。小大力，小大力。哇！你啊比大我大力就有机会。哇！哎！有机会。蔡一姐，蔡一姐，你有法度吗？我有法度。你有法度？对啊，安尼做。用路边哦。对，安那做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慢慢手机。有机会。咱无来带厝的练习看卖啊，厝内无啥物物件，就即个搁冰箱有一个冷锅，摕来练看卖啊安尼。一个，7粒、8粒，哇10粒。对，安尼算足够啊啦。爸爸，妈妈，您感觉咱会赢袂？一定会赢。一定会赢。好，来，安尼咱加油一下。好，来，加油！哎呦，哇！毕哥因规家伙去夜市啊，耍游去，迄成功过关的时阵，规家伙欢喜甲呢，你就知影迄个家庭的气氛是足好对的。咱的节目就是想要互恁有这款的感觉，好吧？好啊，来哦，马上幸福，请就位。煞拍3好球，请开始。开始，妈加油！看大了嘞！这个打进来啦！无紧，有机会！哎，赞！来继续！爸爸继续加油！掉！好厉害！哎呀，哎呀！爸爸加油！妈妈开慢嘞！看慢嘞！有机会！哎呀！不行啊！我感觉吼，等豆来，咱这，喂，按摩，小紧啊，快慢嘞！收紧啊！哎呀，速度收紧，爱放较慢嘞。哎呀，爸爸，我要甲边仔拍倒呀。应该是安尼。哎呀，我懂。哎呦，妈妈哇，真厉害！安尼我来，豆豆，我来，有。几粒了？来，够2粒，功能量就过关啊！有机会！哎呀，3点嘛！会当利用。高一个！功能量就过关啊！有机会！哎呀，3点嘛！会当利用。高一个！一粒就过关啊！出得球哦！用电的。中边，拢用电的咯。来！加油！哎呀！为中啊，走你啊！小紧哇！哎呀！哇！哎呀！慢慢来。
我，哎！公赢到登来啊！感心，我头背等你。因翁仔某配合了真好，对对对，爸爸负责甲杯仔拍好倒，对嘿，妈妈负责互球入去杯仔内底，对哦，哎呦，恭喜哦，恁会当把这按摩机摕回去，有好时段。谢谢大家用的时阵都想到美国安怎来友好恁，啊，踮咧心内继续替伊加油。所来，换观众朋友来挑战，观众朋友一个人挑战哦，啊有12粒球，家己把这杯仔泡倒，家己把球扔入去，哦，安尼只要一粒就过关，会当摕红包。1、2、3，哎呦，这位缘投的哥哥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来，大家好，我姓陈名应良，外号陈良。单流，单流，Jackie Chan，空夫单流，我是差一点啊。希望你会当挑战成功啦，好不好？刷拍一好球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加油加油！哎呀，是紧啊，免惊一下，哎呀，鼓励爱个，哎呀，等跳过，你的球拢弹伫遮，啊，拄好位遮飞过。对，你看会使球安直接就遮，哎，你若咧头前路拢无效。哎，这条够害你好不好？无准算啦吼，无准算啦好不好？好，再来一个机会。较大来免惊一下，哎呀，这大走啊！用愈的吼，用愈的袂使，较大力嘞。哎，赞，扔入去，一条就是1000块，有机会，插板，来。好吃！你那个大油，我讲伊头前咧，你去，这好可怜啊！我感觉这是好运啊吧？这好运要来啊！恭喜你公赢倒转来啊！观众朋友嘛，摕到奖金吗？加赞，阮大家马上幸福一对，是继续幸福落去。刷落来，欢迎第2组，欢迎5秒来，来，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庙来爸爸，我叫何莲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庙来妈妈，我叫吴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庙来的后生朱hen。哇！现在合作这武庙来的，因为阮住伫武庙的边啊，所以阮叫武庙来的。啊，我听人讲，迄武庙的边啊，是毋是有足多好食的物件？有做做菜好市啊，对吧？一个下晡市啊，内底有一个手工拍的迄贡丸做好食的，啊，搁有迄少年人卖迄卤味。是会当配酒的卤味吗？对，哎配呦酒的高粱。哇！恁平常时一个人做出去佚佗的时阵，真爱做啥物代志？除了食以外，除了食以外，搁有去露营。啊，恁露营敢有拄过啥物真难忘的代志？有啊，就是有第2摆露营的时阵，迄雨落伤大，结果甲阮的迄布棚啊顶悬的天棚跌落来。阮半暝啊，朋友甲阮3个人伫遐咧刷迄帐篷，刷，啊，结果规身困到阿甘当拢落。所以恁是困到一半，对，已经休困啊。已经困去啊。哇！这甲阮顶摆的经验嘛是足像的啊，啊毋。过阮较好啊。阮还袂困入去。哎，对。迄落雨真正有可能拄到这款的状况。虽然是安尼，也毋过真正是一个真难忘的回忆啊。对。啊，除了这以外，敢有啥物
其他印象较深的对啊，爸爸。我你讲啊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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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妈就老塞奶。阮规家伙仔拢爱佚佗啊！啊，有一摆阮就安排讲买环岛，拄啊迄天拄着寒流来。哦。啊，毋过家已经拢清好啊，啊无度啊喙紧加的，嘛是乌多摆徛的。头拢已经洗一半。徛乌多摆哦。嘿，徛乌多摆去环岛。哦。徛到半途哦，真正寒到止等袂掉。止等袂掉。阮走去台东洗温泉，吼，咧浸落，规个人就舒服，就舒是啦。跟我做伙泡温泉做舒服的嘛。哇！啊，你两人泡温泉啊，后生要安怎？伊家己算家己的，阮两个算阮两个。哦，啊，恁两人结婚偌侪年啊？14年啊。14年啊，爸爸你足幸福的呢。14年啊，搁遐尼恩爱，搁遐尼甜蜜。你莫歹势啦。而且我伫边看拢有淡薄仔软开的，你讲。我虽然乌人目镜，好无？啊，你平常是伫做看爸爸妈妈安尼恩爱，你有啥物款的反应？哇！哦，所以爸爸妈妈会遐尼恩爱，甲后生嘛是有关系。对，啊，我看到恁遐尼恩爱，我就感觉讲，我应该好好检讨。是安怎？我踮咧厝应该好好向你学习。对。哎呦，哪一个？是不是？因为我袂晓塞奶啊。哦，来，无你去看卖嘛。你甲我教，你甲安怎做？来，你甲我教。你得安尼，安诶。我看刷刷去啊！来，你等去。我去看卖啦。然后呢，我爸爸。伊足温柔的呢。安诶。好哇，这真正不是每一个人拢做会到的。我坦白讲哦，阮阿母平常时一个演艺界算是定咧晒恩爱啊，啊，毋过比袂过恁呢。哦，完全输甜甜。啊，恁平常时是做啥物工课？会当安尼去环岛？我是甲人带囡仔的。哦，义母。我带4个囡仔。4个囡仔。哇，你足厉害呢！啊，你带4个囡仔，佫会当请假去环岛？甲因讲好啊，因为回来了，拢爱互因淡薄仔福利啦。啥物款的福利？就是咧，阮兜的囡仔的家长回去的时阵，拢会使炸便当，等伊当暗顿来食。哇！真好康的代志。等，我想要问是炸伊家己的便当，还是炸因规家伙的便当？基本是规家伙。规家伙啊！哇！啊，谁做的？我有4个囡仔呢，阮大囡仔敢会当去恁兜？你看这这套呢，这高铁会用的啦。你若是遐敖煮，我逐工拢安尼对你讲话。那你逐工坐高铁好啊？我爸都要啊。啊，爸爸哪会遐厉害？我的兴趣是煮食，打开始吼是要准备囡仔的暗顿啊，互因早顿去食。啊，看爸母吼伫边仔摇巴肚，足可怜的。啊，想说先煞含爸母的便当拢甲。哇，你哪会遮好心？到目前为止，家长拢食甲足欢喜的。哎呦，真正厉害！哇，你一家人拢是足温暖的。咱做伙来看，因要爱幸福的是啥？笔记型电脑。哇！我听阮工作人员讲哦，恁是想足久的才决定要爱这个笔记型电脑，是安怎？我就想讲，阮翁爱一支手机啊，伊手机啊做旧的，想要换一支。是。啊，我想要，因为碗做济，逐工洗碗，伤济，想要洗碗机。啊，阮囝想要一台电脑。只会使选一个尔。我就想讲好无啦，互囡仔，因为即马读高中，伊个爱家己嘿，好好有需要。哇！哎呦！你看，这就是哦，翁仔某恩爱，生就会学。伊就袂感觉讲做这款的动作是爱摇的，对无？啊，妈妈，你想要洗碗机，你就塞奶一个就好啊，嘿啊，对无？老公，哎呦，处理的碗交代好你啊，暗时啊，我甲你处理。无，爸爸，你想要换手机啊，对无？
嘿，无你嘛试看卖师奶，我唔敢。试看卖嘛。阿某诶，安怎？我敢会使摕我的西卡去买我的手机啊？你靠有西卡？我靠拢唔知。敢用讲出来啊？你的西卡放伫对内裤内底吗？没事，输了了，输忝忝啊！爸爸是这样袂过，我个总算是知影，是安怎伊手机遐尼久啊？好啦，继续用啊，继续用啦。等我派去伊就会买啊，因为伊一定要找到你的人嘛。敢有信心会当甲弟弟的电脑赢转去？好，来加油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马上来进行卡合真卡合，一个人练球出去。另外一个人双脚夹三角水拍球，砸粒球拍到5粒，就成功过关啦。2届机会哦。这游戏爱两个人互相配合。认识的时阵是我甲阮后生做伙。哦。啊，爸爸伫边仔讲，你要练到底啊，你要压着。哎呦。伊是伫边仔讲话。看你特别，咱做伙来看，来练习的过程。对吗？咱来试看卖，才会知哦。真的吗？哎，威尔森，你来！你创啥？任务卡来啊啦！什么任务卡？这就是啊，功能倒转来，一生游戏可以很好累转来啊。要算什么啊？那讲互你捌了，随手就拍解，我算一道互你看。好啊。嘿，你看会晓袂？我知啊，妈妈。帮我摕冰箱内底的物件出来练习。来，第一个香龟。啊！第二个马铃薯来咯。哎呦喂啊！哎呀，收紧啦！来哦，咱换后一个来试看卖哦。用这好无啊？天能，这破球啊！莫用这啦。有真正的网球来练习啦！哦，赞呢！你看，我偌认真呢，处理练了，搁走来外口练习的。哦，赞呢！嘿！哦！嘿！哦，赞呐！这大机来练啦！哇，这大机！来，跳起来！哎呦，你卡掉呢！阿囝，你咧创啥货？我咧练习啊！你咧练习咯？啊来，我来甲你验收一下，看你练个啥款。威森，来哦！Yes！ 哦，水哦！嘿，哇！耶！阿囝，你有信心把你的电脑开回来无？有。真的吗？有。好，安尼我一起来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是目标来哦。1、2、3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这有淡薄操蛋哦，认为讲这洗三角水较简单呐，无挑战的感觉。哎呦，你伫顶头哦。对。啊，弟弟是安怎认为的？就简单。哎呦，伊的表情是足有自信的呢，所以你即马意思是恁一定会过关的。准备好啊未？好。哎呦，目标来的，请就位。卡合，真卡合，请开始。来哦！哎呦，哇，一粒，加油加油5粒就成功过关哦！哎呦，加油！哦，你头拄的自信是假的哦。是啊，哎，两个人，这厉害呢！加油！ 5
5粒就成功过关哦。哎呦，加油！哦，你头都系主席，不是假的哦。是啊，哎，两个人，这厉害的呢。哎，感觉呢？哇，恭喜哦！我唔敢相信，哎呦，成功啊！你去用电脑要互伊摸转去啊？哎呀，而且对啊，弟弟的迄个表情是足淡定的。对啊。嘿，伊讲简单，确实是简单。伊的表情就是安尼讲的。恭喜！又来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哦，因为毕竟是真顺利就过关了嘛。啊，爸爸嘛有淡薄仔无聊。爸爸，我陪你算好无？我无练习的。我嘛无练习嘛。好啦，你是想要徛遮还是徛遮？我来练球的。你来练球。来哟，这算是头一届主持人甲来宾的合作。吼，妈妈，你敢有想要替爸爸加油一下？老公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无啊，你敢有想要替我加油一下？老公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卡合，真卡合，请开始。几粒？失败！过来，赶紧来。这里哦。哎。哇！哎呦！这样。哎呦！确实嘛，无遐尼简单啦。恁两个人无练习过，安尼算真厉害啊！啊，不过这就代表讲弟弟甲妈妈是真认真咧做伙练习。对，观众朋友，两个人一组，啊5粒对1粒就过关。好，我算到3哦，1、2、3。上头前这位来，来欢迎。你好，来，安怎称呼？我叫陈应桥，我叫叶汉，岳飞的岳，叶汉。恁两个敢是朋友？唔是，我是师。无是师。变朋友诶。头早变朋友诶，来家是师。啊，恁拄则看这游戏，你感觉有简单无？我应该嘛是会使啊。 5粒对1粒就过关哦，对啊。哎，绝对有诶。绝对有。好，来，卡合真卡合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来哦，5粒对1粒就过关啊哦。4粒哦。哎呀！无代志哦。我来帮你。加油！哎呦！恭迎倒转来！哇！1000块是要哪分过？一人一半。对。感情真袂散。好，恭喜恁两个，恭喜哦！希望恁两个头过今仔日会当继续做朋友，好不好？大家拢欢喜，对吧？所来欢迎第3组，欢迎爱可可的杨阿囝，哇，足够水的，来甲大家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杨阿囝的妈妈，我叫做阿卢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姐阿莲。我是阿孙的迄个阿嬷有丁。哦，有丁。阿丁。欢迎。现在你的名叫做爱可可的杨阿囝。最简单的就是囡仔做爱可可的。囡仔做爱可可的。啊，杨阿囝咧？杨阿囝因为因拄啊好细羊。哦。所以就是杨阿囝。就是细羊的人，就爱可可的安尼。对啊。啊，就是恁规家伙啊，拢做爱可可的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因到底有偌爱可可？啊，随他爱可可，伊大概也看到迄种袂亮的迄机械，嘿，大概拢伫遐看伊伫遐，有想讲伊是要亮的还是安怎？啊，结果伊跟我讲，妈妈，我内底看到1块、2块。哦，
的人3级可能别人无摕对，到。无摕好，摕了啊是安怎？啊无就摕就走啊。连阮去日本，阮日本去。日本嘛有。日本嘛有，四界拢有。哦，Coco 嘛做好囥安尼。是安尼是整着妈妈，还是？拢无整着啥，无整着啥。爱钱这件代志拢无整着啥。啊，毋过遐尼细汉就对金钱有这观念。这应该是教育。嘿，应该是看爸爸妈妈。考到100分哦，就要摕钱啊。哦，是谁互伊这个约定的？妈妈嘛做爱是啊，阿水啊，你考100分，妈妈会互你偌济钱？100。100块。 100，哇！啊，一届100分，就一届100块。哇，你足会好的呢。所以妈妈是安怎甲因教育，因才会遐尼重视钱这件代志？就是讲吼，你要爱钱会使，啊，毋过你着爱家己趁，家己打拼。就是有一个打拼的动力。除了爱钱以外，应该有别的兴趣啊。妈妈是有做侪兴趣啊，像安宁伊就做爱画图的。爱画图。嘿，啊，像我就做探班画图的。哇，那爱画图是？爱画图是画着啥？是阿嬷爱画图。阿嬷爱画图。哦。阿嬷你是兴趣还是兴专业？用啊，就你爱画安尼。啊，恁敢有作品会当互阮看？来，有，今日有阿嬷作品来，画了足好诶。啊，若有时间就你爱画。这只是用迄种纸棒对无？纸棒。迄饮料的迄种嘛。嘿，因阿公拢夹起来好画。背后个。啊，水就是伫这款的饮料的机器内底不着钱。对啊，不过真正画了足好诶呢，各种的动物花啊，哇！阿嬷都画了好，伊字嘛是写了足好诶呢。伊讲人搁较水，搁较缘投，拢会老去。爱收一个好诶饮品，值得人怀念。这是大智慧哦。且哦，其实妈妈有甲我讲，因会来报名参加节目是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。因为今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，对吧？是恁的生日，咱做伙来祝福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大家。因过生日的时阵来参加这节目，参加这挑战哦。咱做伙来看因要爱幸福的会是啥？希望因今日会当把这幸福的当作生日礼物，摸回去，好不好？咱做伙来看。江南顶的破名成价，哇，这适合的呢，对不？希望你会当把幸福的摸回去。马上来进行蛋爱新抓包，抓沙包蛋对涂开圆心内底，一个人3粒沙包，3个人加起来爱有200分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哇，恁平常时敢有认真咧练习？有，真心虚。咱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。够乱的啦，厝哪遮乱啊？我款拢袂好势。哦，啊嘛无人斗相共，拢爱用画的。阿水、阿宁，有Coco行糖哦，上先来。哎呦，哦，听到Coco的就随要来，搁爱做任务哦。咱知影这届任务是啥？什么啊？什么啊？无想要趁Coco哦，那都。来，这条任务是当爱心抓包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对，就是安尼。咱今仔就学好冇？进来趁Coco。你等看卖的。哇，啊拢无准呢。你真正会对吗？哦，啊我真正足困难的呢。来，进来先。你够认真蛋。哦，你拢黑白蛋，互你蛋甲厝乱七八糟。哇，我看咱去来夜市啊练习好无？好，啊你啊认真蛋咯。好。哦，会够忝的啊！大家拢一定算较侪届啊，搁来夜市啊，搁练足侪届。
风林风水，你算这跟咱的节目都有关系，咱的任务拢无关系呢。咱来用这个来练习好啊，用这画图来练习，看到有遐厉害无？啊，搁穿我买红色的衫，互咱的运气加分。来，加油！收紧啊，收紧啊！哦，你安尼规个拢弹哦，你收，你个50就是扣扣。哦，弟弟啊，你真正足侪姿势呢，你安尼敢会着？哦，真的好听，咱拢无弟弟的50，咱真正会靠弟弟啊，弟弟，真的好听。哦，弟弟加油！哇，无准，你搁一届，你搁要一届无？可惜。阿莲啊，阿师啊，你安怎啊？你点要参加龙眼啊？够紧张的啊！阿莲啊，你还会紧张？我会啊！来，咱来加油一下，来。爱他们加油！阿水，真厉害你会当安尼弹伫咧疑心呢？你即马先示范者，阮看卖好无？1、2、3。无，只是无对，啊，毋过你看是差不多的。好，爱可可的羊仔囝，请就位。但爱新抓包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妈妈先开始。无限时间，豆豆啊来。哎呦！哇，20分！来哦，过来过来。陪妈妈加油！哇！50分啊！哦，妈妈真厉害，妈妈真厉害，加油！哦！哇！30分，起码拢中80分啊！80分，80分啊！卖叫，听听。哦！ 18分啊！18分！来，阿莲。哦，阿莲。哇！120分。阿莲。哦。啊，10分。130分。加油！哦。哎呦！20分。我机会。差50分。对。主持中间。10分，我差40分，一定爱伫家教过关。对啊，推着你要推。来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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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50分！哇，真可惜失败啊！来，拢总有170分，哎呦嘛是无简单。其实是真接近啊嘛，够再是170分嘛。阿妈，你讲想要算？你较大啦，对吧？搁第2届挑战嘛。阿妈是要最后一棒，还是头一棒？最后。哎呦，接近3棒。好，但爱新抓包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而且这球真水哦，因为你挡伫遮。第2个就是拍到伊就50分啊。对。妈妈加油！哦。妈妈，厉害！对啊，起码已经80分了哦。无压力啊！你干嘛？18分啦！加3粒就18分啦！我猜。安尼我，袂了，起码是130分。够40分就过关了。加油！拿色！哎呀！也够有机会。来，够30分。30分，无你先，无你等哦。阿妈，你会记喘气哦。阿妈，我想要紧张哦。一定会过关的，一定会过关的。赶快是30分哦！对啊。你等一点，拿色的。10分。安妮。今麦爱20分。
加有成功过关哦。好，还是我妈妈，来，大家都来决定，要好像蛋。妈妈，你起码只要伫咧黄色的，黄色的就过关啊。假使讲超过黄色的，哪些白色的，对，拢是过关。好，好，来，你一定会赢的。只要20分就成功过关啦！好，来，下面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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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妈妈，来，大家都来决定，要好像蛋。妈妈，你起码只要伫咧黄色的，黄色的就过关啦。假使讲超过黄色的，哪些白色的，对，拢是过关。好，好，来，你一定会赢的。只要20分就成功过关啦！好，来。下面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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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公园豆豆就黄宇，来，你最后一粒其实是50分呢。我头一摆拄着，有人伫咧一局内底，会当两个沙包50分呢。系啊，感觉袂输是我的实力，咱的感动的。无，我甲你讲，妈妈，对，你今日互你的囡仔永远会记得今日的生日，这届的生日，因永远袂放袂去。因伫咧生日迄对天，公园豆豆来。恭喜你会当甲这个双人顶的透明床架，刚转去好不好？就欢喜的。好，刷落来，就换观众朋友来摕红包咯。观众朋友有来粒刷包的机会，分数加起来有100分，就会当摕红包。我算甲3哦，1、2、3。哎呦，来就个，绝对是你啊！来，你跳出来啊！欢迎。来，我介绍一个，我姓吴，有眼睛，嘿，好，那你敢有信心会当过关？敢有信心？我一定爱有信心。来，但爱新2包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100分就过关啦哦！哎呦，20分，来哦，继续哦，真好的开始哦。哇，无对，无紧，还有机会。50分，这摆已经70分啦。哎，差30分就过关啦。好棒！哇！恭喜！公园豆豆跟想要带。哇！来，真的就厉害的呢。有欢喜吧？哦，欢迎，来，这1000块等要安怎用？先给一些慈善团体。哇，要捐出去哦！真正就有爱心呢。哦，多谢你，希望你定定来咱的节目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。谢谢。哇，今日的观众朋友加家庭拢足厉害的。对，而且今日观众朋友应该拢甲咱两个人同款，已经烧声，伤过刺激啊！每一个游戏拢足紧张的。对，啊，最后看到因会当成功，会当完成梦想，甲这生日礼物甲幸福礼摸回去，都替因感觉足欢喜，对无？所以今日咱真正是公园豆豆来。哇！今日的三组吼，拢是时大甲时细互相念真歹的家庭。哎呀，你讲了对，而且我感觉到，这个世间上不求回报的爱，就是父母的爱。对啊，所以欢迎大家哦，规家伙啊，做伙来报名参加挑战，甲规家伙啊，做伙来创造一寡上好的回忆，好不好？当然啦，嘛要准时收看《公园豆豆来》Plus。谢谢，感谢，耶，加油！
再来，赶快来哦！